肥豬中環世界今日嚟到戶外咧同大家錄影啦。恭喜巴西先啦。嗰日都話咗1-0咧小勝咧巴歸咧亦都眾望所歸啦。成功咧晉身下年嘅世界盃決賽周啦。今日繼續巴甲，因為有幾場巴甲㗎。揀一場咧就係布拉干 RB 或者叫巴根天奴啦，對住巴希亞㗎。今年咧亦都暫時令人喜出望外嘅布拉干 RB 啦，表現相當好啊，近3場都能夠贏波啊，無論主客都好啦。所以球隊咧亦都有個好處咧，比其他隊咧就係唔使兼顧南美賽事，所以佢哋今屆咧暫時喺主場嘅成績咧戰績相當利好，作客都經常有佳作㗎。所以暫時擺喺第3位巴甲嘅位置咧，就其實都幾緊㗎，所以咧就真係難得嘅。同埋佢哋今年最好嘅地方就係唔使打南美賽事，相信呢個亦都有幫助。相反咧，巴希亞咧近期嘅戰績真係唔係好理想，尤其是作客啦，近5場作客所有賽事都輸晒嘅。所以呢場波簡單啲啦，即係巴根天奴啦，或者叫布拉干 RB 啦，能夠主場贏波。當然除咗視頻版之外，文字咧同埋廚房方面繼續有好嘢介紹俾大家啦。所以咧，大家記趕緊咧支持同埋咧 support 我肥蘇咯。